也是嘴里啦。刚刚今天给摸到什么好东西？这是个什么东西啊？算了，灰灰再给我一只，还是换这个。又是这个玩意，我又在黑咕噜噜。算了，带着也是占用我的书包。这个好好看，这个再给买小温。不过，发现了也送你个嘞。你有不有喝个嘞？虽然被太阳晒热嘞。听说这个东西很宝贵，那我就送给你吧。这也是留声机吗？今天用可真好。怪豹，红狼来了。姐妹们，你觉得我给这里吗？